各位香港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清遠置業顧問小張，今天帶大家通過 VR 全景沉浸式看一套專為港人定製的優質房源御景豪庭3+1房精裝大宅。這套房不僅以64萬總價實現143平方米4房夢想，更坐擁15分鐘直達回港大巴站的黃金區位。接下來我會用7分鐘帶你細品每個細節，一起跟我 KL 視覺跟我走進小區吧。143平方米神戶型港式精裝細節，推開家門瞬間開闊，58平方米的客餐廳一體化設計，層高3米，配吊頂顯空間感，落地窗延展視覺。這個廳堂辦20人家庭聚會都綽綽有餘。我哋依家睇下呢間屋嘅戶型圖，房間係有4個家，2個衛生間，1個廚房，其中有1個房間呢，可以做陽台，都可以做房間。南北雙陽台均已封窗，既防塵又安全。南陽台改造成洗衣休，北陽台作為茶歇歐，配全景落地玻璃，晴天時陽光普滿整個走廊。業主豪宅20萬裝修，選用東鵬瓷磚，全屋配智能門鎖、紗窗。最驚豔的是燈光系統同電視背景牆、餐廳水晶吊燈、開關面板都是西門子系列。如此品質的物業，首期僅需10萬首期，對比香港車位都不夠的價格，這裏卻能給全家4代人的幸福空間。我哋依家睇下嗰個+1嘅功能房。+1多功能房8.4平方，可改造成陽台、書房、衣帽間或保姆房，靈活適應港人家庭需求。呢個功能房同兒童房係連埋一齊嘅，所以呢個功能房最好係做成陽台比較好，喺呢度晾下衫啊、洗啲嘢啊比較好啲。兒童房10.8平方，定製榻榻米加書桌組合，功能房引入自然光。我哋依家睇下廚房。飯廳嘅側邊呢就係廚房啦。4.7平方米 L 型廚房雖緊湊但5臟俱全，買反抽油煙機、爐頭、消毒櫃、雪櫃就成為了一個標配。廚房足夠大的台面，防滑瓷磚，特別設計了對流窗，爆炒時也能快速換氣。呢套房真係完完全全冇住過人家，業主裝修之後就係咁。主人套房21.1平方米加4.2平方米衛浴，港島主臥罕見的超20平方米空間，可以放1個2米床位，再定製1個衣櫃，窗望出去就是小區園林。衛浴可以做成乾濕分離，且是座廁位，有明窗、洗手池，一應俱有。很多朋友擔心清遠往返香港不便，而御景豪庭正是清遠對接香港的橋頭堡，小區門口驅車15分鐘即達港澳快線清遠候機樓，每天多班豪華大巴直達香港，全程約3小時即達。若選擇高鐵，30分鐘車程到清遠站，無縫銜接西九龍高鐵，全程也僅需1.5小時。這個通勤時間甚至快過港島到新界的車程，週末返港飲茶聚會完全無壓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可以用香港1間房的首付，在這裏擁有21平方米的主人套房。呢度就係客人洗手間，4.2平方大，有明窗、洗手池。按周邊租金測算，該戶型月租可達2500元，
以租養太后，實際月支出近乎為零，且清遠作為大灣優房價窪地，升值空間值得期待。我哋睇下最後一間房係老人房。老人房12平方米，放一個1.8米的床位，綽綽有餘，再放一個定制衣櫃，靠近工位，靜音門窗保障睡眠。落地窗嘅採光係特別好，樓下就係小區嘅花園，環境好好。小區有超36%化率的園林小區，鳥語花香且樓距寬闊，特別適合想遠離喧囂的港人家庭。更驚喜的是，周邊配套10分鐘醫療圈，清遠人民醫院、三甲，廣東省婦幼保健院清遠園區15分鐘雙圈，萬達廣場優衣庫、星巴克、IMA 要影院俱全10分鐘生態圈，1300畝飛來湖濕地公園，騎行棧道、觀鳥台、太和古洞4A 級避暑山莊，無論是長輩療養、孩子成長，還是週末休閒，這裡都能滿足港式生活需求。好啦，今期嘅視頻我哋睇完啦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視頻下方評論聯繫我，下面有我的聯繫方式，我哋下期再見。